K39D 免負重膝矯形器常見 Q&A。 K39D 膝矯形器適合邊啲人用啊？ K39D 膝矯形器專為患有膝骨性關節炎、膝蓋變形，好似 O 型腳同埋膝蓋不穩同內側壓痛嘅人士而設。如果你喺走路嘅時候感到膝蓋內側壓痛，尤其係喺上落樓梯嘅時候，疼痛加劇同埋感到膝蓋唔穩定，咁你就非常需要 K39D 啦。咩時候需要佩戴 K39D 膝矯形器啊？我哋建議喺運動、工作或者外出嘅時候要佩戴 K39D， 休息或者喺屋企嘅時候可以唔佩戴，因為每當你走動負重嘅時候就會骨磨骨，令到病情惡化。而佩戴 K39D 可以有效打開膝頭嘅內側空隙，避免骨磨骨。咁我一日佩戴 K39D 幾耐時間先合適啊？我哋建議頭一星期每日最多佩戴2個鐘，然後第2個星期佩戴4個鐘，第3個星期6個鐘，一日最多佩戴8到12個鐘。最理想嘅佩戴時間就好似出街嗰陣要着鞋，喺屋企休息瞓覺嗰陣唔使着。病人可以再根據自身嘅情況逐漸加減時間。我要幾耐先見到效果？通常佩戴之後會立即感受到減痛嘅，因為 K39D 可以打開膝蓋內側空隙，避免骨磨骨，令到膝蓋不再壓痛。輕度患者建議至少佩戴6個月，重度患者就要佩戴1年或者以上。然而每位使用者嘅情況唔同，持續佩戴可以獲得最佳效果。戴 K39D 會唔會好唔舒服啊？初期戴住 K39D， 膝蓋會覺得有嘢綁住或者有壓痕，佢係因為綁得緊先有矯力矯正，所以只要戴得耐就會習慣。我哋有好多病人都已經當 K39D 係生活一部分，而家慣咗噶啦，好似生活之中一部分嘅啦。唔戴嗰陣時先麻煩。我做運動嘅時候，使唔使佩戴 K39D 啊？要戴啊。K39D 膝矯形器嘅設計係用於提供支撐，因此係運動嘅時候佩戴 K39D 可以幫助穩定膝關節同打開內側空隙，避免骨磨骨。唔佩戴嘅話，膝頭不穩定會增加受傷風險嘅。如果唔佩戴仍然覺得痛，要點算啊？如果係唔佩戴嘅情況下仍感到壓痛，建議繼續佩戴 K39D 矯形器。我哋建議多做運動，增強四頭肌去支撐膝蓋，最終可以減少對 K39D 嘅依賴。但係病人應該需明白，膝骨性關節炎係軟骨磨蝕，而軟骨係無法再生，所以係唔能夠完全康復，只能夠令膝蓋唔再惡化，減少壓痛。免費試戴服務嘅流程係點樣嘅？首先，我哋嘅免費試戴服務大約1小時，病人需預約嚟到大埔門市。如果你有 X 光可以帶過嚟，俾我哋專員一齊分析同診斷。但如果冇 X 光都冇問題，我哋會進行一系列嘅臨床測試，例如坐低起身、走平路同埋上落樓梯，盡量了解膝蓋疼痛嘅程度。評估之後，我哋會量度你嘅雙膝距離同埋量度腳圍，幫你調校最佳矯形角度。注意，產品唔可以攞返屋企試或者係租借。如成功購買，我哋會有一系列嘅售後服務，其中3次免費跟進係好重要㗎。頭1星期嘅矯力會較細，方便病人適應；而第2、3次會逐漸增加矯力，而且跟進病人係咪佩戴正確，同教導最正確嘅鍛鍊強化四頭肌運動，為求俾你哋得到最安心、有效緩痛及防止膝關節惡化嘅治療服務，歡迎立即預約免費試戴。